為深化吉澳兩地文旅合作，吉林省文化和旅遊廳組織該省6大知名旅遊度假區負責人、5家省級重點非遺項目傳承人及演藝團隊，於5月20日在澳門漁人碼頭廣場舉辦吉林文化旅遊推介展演，聚焦推介吉林松花宴、魚皮畫、唐氏里根手法、平氏浸糕製作技藝、朝鮮族米糕製作等極具吉林特色的文化非遺項目，誠邀本澳居民及各地遊客入吉深度體驗，親身感受其別樣風情。吉林省文旅廳副廳長金振南表示，港澳地區已成吉林重要客源地，此行特別聚焦推介清爽吉林22度夏天避暑品牌及長白天下雪冰雪品牌，並推出涵蓋機票、住宿及滑雪的專項補貼政策，提前佈局冬季旅遊市場。吉澳兩地資源互補性強，澳門以中西文化交融見長，吉林則以生態與冰雪資源取勝，夏可避暑賞綠，冬可滑雪泡泉，4季皆宜深度體驗。